二手樓價止跌回穩，再創1年幾以嚟第2高。新界東同豪宅破頂，代理就話短線升勢持續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有樓睇，我係陶俊文。400萬或者以下嘅物業成交增加咗，不過代理預計咧交投將會放緩啦。學者都提醒，面積太細嘅單位有風險。樓市氣氛好轉，當中以400萬以下嘅細單位最受惠。根據代理數據，今年頭11個月，400萬或者以下嘅一手私樓登記有2018宗，比舊年全年嘅1239宗多咗62%，係2013年一手樓以嚟嘅第3高。400萬咧，今年係好旺盛嘅，尤其是年初第1、2季嗰陣時啦。咁呢個正正就配合咗，如果大家記得咧，當時財政預算案2月底啦，就放寬咗呢個100蚊印花稅可以由300萬提升到去400萬，上車嘅用家啦，同埋投資者啦，都因應呢個政策之下咧，就積極去入市嘅。年初至今咧已經消化咗好多啦，咁發展商亦都針對性地攞咗出嚟啦，咁所以咧即係慢慢消化咗，我相信嚟緊會陸續少啲啦嚇。咁當然市場嘅需求仍然都係一啲呢啲叫做細價嘅物業啦嚇，但係可能係慢慢去 switch 去到400萬樓上啦，400至600啦，甚至600到800萬。不過隨住樓市回穩，陳海潮表示，樓價較高嘅組別近期新盤交投亦都有增加，1500萬到2000萬啦嚇。近呢幾個月嗰個買賣佔比咧，都升到去4%到5%嘅。如果你講緊年初嗰陣時咧，呢一類嘅單位咧係2%或者到最多係3左右，3000萬到5000萬都係㗎。就10月嗰陣時去到5%， 3月去到都超過3.7% 左右㗎。咁年初嗰陣時呢一類咧，其實1點幾2%左右。見到咧有啲富豪級都出嚟物色啲單位啦，咁所以咧各類銀碼咧都陸續咁湧現去推出咯，所以之後嘅比例我相信係會拉翻平少少咯。咁雖然發展商出年繼續積極推盤，不過陳海潮相信造價將會繼續保守。相信2026年咧都會係一個即係新盤推售嘅好年嚟嘅嚇，咁啊發展商乘住即係今年嗰個旺勢咧，先以一個貼市價嚇，慢慢跟翻個市場，慢慢調升嘅價錢。雖然消化咗一大紮嗰啲貨尾啦，但係仍然都有一定嘅數量嘅。咁我相信發展商都想做到個市況持續暢旺落去啦嚇，寧願慢慢加價，好過話你話一次過一個好明顯嘅加幅而令到個市況又轉翻慢。受惠新盤定價逐步調升，陳海潮相信樓價明年將會進一步好轉，預計最少有半成升幅。樓價其實自4月開始升啦，咁已經連續升咗即係好幾個月啦嚇。咁如果你睇翻差估署佢當時修訂過5月份嗰陣時個樓價嘅，咁佢就平咗5、6月份係平咗嘅，咁之前其實佢都有輕微嘅上升嘅嚇。咁如果你計翻啦嚇，咁其實即係講緊樓價咧係連續即係7個月嘅個上升㗎啦嚇，咁累積升幅咧都達到超過3%嘅嚇，咁反映到咧即係其實嗰個升勢咧已經係叫做肯定咗㗎啦嚇。咁至於未來你話個升幅我相信係會逐步有序地慢慢上升咯，又唔會預期話會有一個好急嗰個升勢嘅，係平穩上升其實係最好嘅。不過並非樓價越低就越受惠，一啲早年買入只係大約200尺嘅納米盤，過去幾年明顯受壓，難以轉手之餘，部分甚至已經變成負資產。而10月二手私樓獲利統計顯示，400萬以下嘅單位獲利比率只有57%，意味住近一半業主要蝕讓離場。個面積細嘅話咧，一啲想面積大嘅一啲嘅用家咧，可能佢就未必會考慮呢啲單位，可能係1人或者2人冇小朋友嗰啲嘅家庭，咁變咗咧嗰個嘅即係準買家嗰個嘅數量咧係會係少咗嘅，波動性就會係比較大啦。即係唔好諗住咧，你值呢啲咧會諗住個樓價會係大升嘅，呢度應該係唔會啦。如果樓市係波動嗰陣時咧，上落都會係幾大嘅。如果係距離遠啊，有面積細啊，依家先至會係400萬樓下。
李兆波提醒上車客入市之前，除咗要考慮樓價係咪能夠負擔，亦都要留意物業嘅整體質素。佢又話樓市已經見底回升，我相信仍有減息嘅呢個空間。咁我相信咧，亦都係個樓市咧就已經係見底嘅啦。即係話最壞嘅情況咧，暫時睇應該係過去嘅。隨住呢個即係再會有機會減息，我哋嘅經濟就再慢慢有一啲嘅改善嘅話咧，咁我相信都會係慢慢升上去嘅。大升個機會咧，我睇要睇翻成個宏觀嘅經濟，即係話譬如話大國之間嘅一啲嘅博弈啦。跟住咧就係我哋香港啊，即係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咁究竟我哋除咗係西方嗰啲資金之外，我哋仲吸引到啲咩嘅資金？如果我哋個股市真係能夠希望上翻到一啲嘅歷史高位嘅話咧，咁我相信樓市就再有動力係有一啲比較顯著啲嘅升勢嘅。唔好忘記失業率咧，即係都仲係近年嘅一啲嘅高位啦，破產嗰啲數字都仍然咧都係幾高下嘅。咁要呢啲咧睇到有一啲即係好明顯嘅下降嘅話咧，咁樓市先至咧大家有信心咧，跟住有啲閒錢就自然會係買樓嘅。雖然經濟仍然有不確定性，但李兆波相信出年樓市將會更趨穩定。各位，節目時間夠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